大理石雕像《甘露水》是日本時代藝術家黃土水的作品，是咱重要的國寶。伊是見證咱台灣風風雨雨的歷史。有紀錄片的團隊就用5天的時間調查甲拍片，把這100年來的歷史補起來，也堅持用台語來講黃土水的故事甲創作精神。你看出頭天咯，悠然是遮爾啊青春美麗的甘露水。 會當陪咱世世代代的子孫永永久久活佇台灣。甘露水是台灣藝術家黃土水1921年的大理石作品，經歷威權到民主，充滿千驚萬險的歷史。甘露水對失落受張鳳飄藝術家族的保護封存，到重新出現佇世人面頭前，大約要100年。 導演吳邦全甲林君年用5年做電影調查甲拍紀錄片，也去到黃土水在生留學的東京藝術大學，找出伊創作的過程甲伊生命的腳跡。你用你的精神創作的藝術，伊是袂老嘛袂死，伊是永遠會當活佇這個世界的人類，嘛是永遠活佇這個世界的藝術的精神。啊，阮到阮家己咧做這個紀錄片，我嘛是咧做一個藝術。 甘露水紀錄片第15正式上戲院，導演講因希望透過藝術的手路來講黃土水甲甘露水的故事，像黃土水所寫的文章出世佇台灣，伊認為藝術有永久的生命。導演用鏡頭呈現黃土水的精神，嘛期待會當鼓勵少年的創作者。伊想要鼓勵年輕的少年的港鄉的少年人，做伙來做藝術這條路的這種精神。 咱想要甲伊傳落去。甘露水紀錄片目前在全台灣21間戲院攏看會到，也有辦座談會。導演希望透過紀錄片，甲這100年來歷史脈絡補起來，嘛希望招觀眾來了解黃土水佇迄個時代勇敢試驗的創作精神。記者盧尚珠、曾俊堯台北報道。